镜头刷登来台湾，乡亲啊，过来这是华语甲台语相插杂造成的误会。新竹市有一个阿伯骑机车拄到警察临检，警察叫阿伯摕行照出来，结果阿伯甲华语的行照听做台语的行照，就直接骑机车离开了。两个警察马上就后壁，甲这阿伯压制逮捕，尾也发现是误会一场，已经甲阿伯道歉。 警察摕交通指挥棍仔叫骑车的民众停落临检，尤其伫咧暗时夜或者是年节时夜，民众拢知影会掠愈严。不过伫咧新竹市就传出误会的代志，进前到一位阿伯爷暗时骑乌托摆拄到警察伫咧临检，就讲家己熟悉警优惠干部哦。不过临检无得款，警察就讲国语新照摕来，新闻到阿伯听做台语新照，就骑车紧走。 警察发现伊无听话，过去甲压制，阿伯也赶紧解说，毋是讲新走，落尾真正是台语含国语舞一个火气，警甲阿伯会失礼。新照是让我先走的意思吗？那一定走啊！他都叫我走了，能不走吗？警察只是希望说他把行照、驾照拿出来，是有点扯啦。但警察人表达也不清楚啦，他只讲行照的话，容易误会啦。闽南语哈，他讲那个行照，我们说好，我先走啊。 啊，当然会产生这个误会啊！我觉得这双方面都有问题不能怪民众啊，因为有些民众他是闽南人，他讲行照，他怎么不知道你讲国语的？虽然临检突出，互民众听一个去爱笑，不过嘛讲为着安全嘛是有必要性。拦查之中有发现有那个脸红有酒气酒浓或者是有异常的举动。 我们才会把它拦停下来，加以辨识身份。拦停位置与来车方向应保持安全距离，使来车驾驶得第一时间目击人员站立的位置。民众讲安全第一，和你加在行照变行照只是一个误会，无非法夺走和意外发生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